2009年，我第一次来到新疆帕米尔高原。在这里生活的10几年中，我受邀参加过上百场塔吉克族婚礼。淳朴善良的塔吉克人会拿出家中最好的食物款待客人，那种至纯至善的生命之光具有超强的感染力。我试图把这种民风淳朴、亲密无间的情谊通过镜头展示给观众。我叫李新照，是一名长期驻守新疆帕米尔高原的摄影师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当年赴约参加塔吉克族婚礼，促成了我现在的生命轨迹。塔吉克族婚俗从择亲、提亲、定亲到婚礼仪式，要经历100多道繁复的程序和漫长的时间跨度。其中最精彩的部分集中在婚礼期间。婚礼一般要持续3天。第一天是婚礼准备阶段，到访来宾以女性居多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忙准备婚礼上招待客人所需的传统美食。这个油炸的面点叫做 arzak， 是塔吉克族传统美食。每当结婚呀，还有一些重要场合，就会制作这种传统美食来招待客人，非常的酥脆可口。新郎和新娘的花帽都是由家人亲手缝制，这也体现出长辈的祝福与关爱。在塔吉克族的婚礼仪式中，新郎和新娘就像是国王和王后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为他俩服务。新郎和新娘在婚礼期间享受着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生活。婚礼是当天的一大早，男方的接亲队伍就会出发。近些年，帕米尔高原实现了村村通，接亲队伍的交通工具从马匹演变成了汽车。新郎到达新娘家后，女方会隆重欢迎，敬上2碗放有酥油的奶茶，并向新郎和伴郎的右肩头撒上面粉，表示祝福。在塔吉克婚俗中，我们会看到给客人撒上面粉，白色的面粉有一种吉祥的寓意，所以在婚礼中撒面粉是对新人的一种幸福、安康、快乐的一种非常发自内心的一种祝福。在塔吉克族婚俗中，证婚人极为特殊。2家人经过双方协商，为新人选择一位家庭幸福美满、品行端正、富有学识，并且与2位新人都没有亲戚关系的帕德尔汗，意为婚姻之父。他将作为这对新人的证婚人，也将是婚后家庭矛盾的调解人。首先，我跟他们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，相当于他们是认我干爹。在今后的婚姻中，他们会发生一些矛盾，父母会偏袒一些自己的孩子，然后我作为干爹，我会公平公正地对待2位，调解家庭矛盾。今年他们收到的这些礼物都是由我来保管。婚礼在塔吉克族看来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。他们会提前很久通知亲朋好友。婚礼期间，客人们从4面8方赶来，为新人送上祝福。在地广人稀的帕米尔高原，婚礼承载的不仅仅是2个人的结合，更是巩固家族之间情感的重要仪式。过去由于交通不便，接亲队伍往往要骑马、牦牛或者骆驼长途跋涉几天的时间，
路途漫漫而艰险重重。现在大不一样了，几个小时的时间，婚车的接亲队伍就可以往返了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门口摆放的羊皮上还放置着白色的布和棉花有什么寓意，它叫 Pian Duz。在婚礼中，新郎新娘必须要踩着它进新房，寓意着纯洁和幸福生活的开始。婚礼后的第3天是娘家人到访的日子，他们会带着美食和礼物。同时，婚姻之父帕德尔汗会进行新娘的揭面纱仪式，并将婚礼上收到的赠礼转交给新人，祝福他们新婚生活的开始。拍摄塔吉克族婚礼就像是开启一段探索与发现爱的旅程。它通过传统具有仪式感的视觉盛宴，将爱铭刻在每一位塔吉克人的心底，刻在我们心里